罪得醫治，詩篇51篇。罪就好似癌症嘅腫瘤咁樣，喺我哋嘅身體入邊不斷嘅惡化同埋擴散。我哋需要去做掃描，揾出嚟，然之後做手術，將佢切除，清咗呢粒腫瘤。罪都係一樣，我哋需要認罪，需要悔改，需要靠主耶穌基督嘅十字架更新我哋嘅生命。詩篇嘅51篇第1節咁樣講話：大衛與拔示巴同室以後，先知拿單來見他，他作這詩交與伶長。神啊，求你按你的慈愛憐恤我，按你豐盛的慈悲塗抹我的過犯。經文嘅背景係大衛犯咗罪之後，就係同拔示巴犯咗奸淫罪，然之後仲犯謀殺罪，要殺咗拔示巴嘅丈夫烏利亞，要佢戰死沙場。於是乎，先知拿單嚟見佢嘅時候，佢唔係即刻就責備佢，嚟同佢講咗個故事喎。呢個故事就係同佢講話，從前呢有2戶人，一個係富戶嚟嘅，佢有好多牛好多羊，但係另一戶人呢係一個窮戶嚟嘅，佢乜都冇，佢只有一隻小母羊羔。佢日日同佢一齊瞓，一齊食飯，對佢好似自己嘅小女兒一樣。咁點知有一日有個客人嚟到訪呢個富戶嗰度，呢個富戶竟然唔捨得殺咗佢自己嗰啲羊，然之後咧去招呼呢個客人，就走咗去個窮戶嗰度捉咗佢嗰隻小母羊羔，殺咗招呼佢自己嘅客人。先知拿單講到呢度嘅時候，大衛就義憤填膺咁話：我指住永活嘅上帝起誓，呢個人該死。然之後先知拿單就同佢講：你就是那人。於是乎，大衛就知罪、認罪、悔改，之後就寫咗呢一篇詩篇51篇。佢話：神啊，求你按你嘅慈愛憐恤我，按你豐盛嘅慈悲塗抹我嘅過犯啊！佢心中充滿住嘅係神嘅慈悲、神嘅憐憫，求神赦免佢嘅罪。第2節，求你將我的罪孽洗除淨盡，並潔除我的罪，因為我知道我的過犯，我的罪常在我面前。佢呢度用咗幾個嘅罪字，佢講到罪孽呢個字，即係話佢心中裏邊嘅罪嘅敗壞，讓佢生命嘅扭曲。清除我嘅罪，呢個罪咧就一般性嘅罪，即係達唔到上帝嘅標準，唔中紅心嗰個觀念。第3，佢話我知道我嘅過犯，呢個過犯係 transgression，即係話逾越咗上帝嘅界線，逾越上帝嘅界線，即係話對上帝嘅叛逆。所以佢用唔同嘅罪嘅字眼嚟到顯示佢願意承認佢一切嘅罪，求神赦免佢所有嘅罪。我嘅罪常在我面前，佢承認佢有晒呢啲嘅罪啊。第4節，我向你犯罪，唯獨得罪了你，在你眼前行了這惡，以致你責備我的時候顯為公義，判斷我的時候顯為清正啊！我話我犯罪，唯獨得罪你啊！重複嘅，我犯罪得罪你，我犯罪得罪你，唯獨得罪你。呢個強調佢呢個願意認罪嘅呢個情緒，知道係冒犯咗上帝。點解係唯獨得罪上帝呢？佢明明係犯奸淫罪，明明犯謀殺罪，殺咗人嘅。但係我哋知道罪嘅定義就係干犯咗神嘅律法，而神嘅律法係神自己定嘅，所以係干犯嘅係上帝，得罪咗上帝。仲有嘅，如果我哋係冒犯咗人，或者係得罪咗人，傷害咗人嘅時候，咁其實我就係得罪、冒犯、傷害咗神，按照神形象樣式被造嘅人，所以係得罪上帝。喺你嘅眼前行了這惡啊！佢承認佢嘅惡係行喺上帝嘅眼前嘅，亦都承認以上帝嘅判斷嚟到去判斷佢而家嘅惡行，佢嘅罪，以致你責備我嘅時候咧，就顯為公義；判斷我嘅時候咧，顯為清正啊！你嘅判斷係正確㗎，我同意你，我認罪。第5節，我是在罪孽裏生的，我的母親懷胎的時候就有了罪啊！佢承認佢唔係因為犯咗罪之後先至變成一個罪人，而係佢係罪人，所以佢係犯罪。佢喺懷胎嘅時候就有了罪啊！因為我哋都係我哋嘅始祖亞當夏娃嘅後代，佢喺創世記嘅時候就代表住全人類犯咗罪，我哋所有嘅人都喺罪孽裏生。母親懷胎嘅時候就有了罪啊！第6節，你所喜愛的是內裏嘅誠實，你在我隱密處必使我得
智慧。神所要求嘅係我哋內在嘅誠實，從心裏邊願意愛上帝，願意愛鄰舍，愛同如同愛自己一樣。裏邊要係真誠，裏邊要有虛假，要係誠實，要係信實。你喺我嘅隱密處，必使我得智慧。我需要你嘅幫助，我需要喺我裏邊，使我有智慧，使我知道點去信服你，行你嘅道路啊。第7節，求你用牛膝草潔淨我，我就乾淨；求你洗滌我，我就比雪更白。佢需要上帝嚟到洗淨佢一切嘅罪啊。用牛膝草呢個字喺舊約嘅時候係象徵住上帝要用血嚟到潔淨聖殿啊，潔淨聖殿裏邊嘅用具啊，又或者啲人有皮膚病揾呢個祭司嘅時候咧，祭司都用牛膝草沾血灑喺上面，就代表住你得潔淨啦。佢要上帝借住血嚟到去使佢得潔淨，先至能夠救贖佢嘅罪，讓佢可以得到罪嘅赦免。第8節，求你使我得聽歡喜快樂的聲音，使你所壓傷的骨頭可以踴躍啊！我如果係仲喺罪中嘅時候，未得罪嘅赦免嘅時候，我嘅骨頭係好痛苦嘅。喺詩篇32篇嗰度直頭話係佢嘅骨枯乾添啊！你壓傷嘅骨頭係唔喜樂嘅，係痛苦嘅。但係求主你使我可以歡喜快樂，使我可以咧骨頭可以踴躍，就係罪得赦免嘅喜樂啊！第9節，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，塗抹我一切嘅罪孽啊！求你唔好看我嘅罪，塗抹佢喺你面前，好似係完全冇犯過咁樣，有一個新嘅一頁，新嘅一章。第10節，神啊，求你為我做清潔的心，使我裏面重新有正直嘅靈。第9節、第10節，除咗係要罪得赦免之外，然之後就開始大衛求上帝使佢有清潔嘅心，能夠更新佢嘅心。佢需要上帝先至能使佢能夠有正直嘅心。做清潔嘅心呢個 bara 係神創天造地嘅時候，從冇到有嗰個創造，要神超自然地神蹟地做一個清潔嘅心俾我，我先至能夠可以過聖潔嘅生活，討上帝嘅喜悅啦。第11節，不要丟棄我，使我離開你的面，不要從我收回你嘅聖靈啊！佢繼續求上帝，佢真係需要上帝嘅幫助，需要聖靈，需要上帝嘅同在，喺上帝嘅面前先至能夠過聖潔嘅生活啦。佢知道佢自己靠住自己係什麼都不能作。第12節，求你使我贏得救恩之樂，賜我樂意嘅靈扶持我啊！佢知道佢喺罪中，佢未得赦免，未經歷罪悔改認罪嘅帶嚟嘅平安喜樂之前啊，佢係失去咗救恩嘅喜樂。佢求主幫助佢，讓佢扶持佢，讓佢重得救恩嘅喜樂啊！第11節嗰度咧，唔係代表聖靈係會永遠地離開一個真正嘅信徒，而一個真正嘅信徒好似大衛咁樣係合神心意嘅人。佢知道佢如果冇聖靈嘅同在，如果唔係聖靈喺佢裏邊工作嘅話，佢唔可以有堅定嘅靈，佢唔可以過聖潔嘅生活。佢好害怕得唔到主嘅同在，因為主唔同佢同在嘅時候，佢就知道佢冇辦法去信服上帝嘅旨意，過聖潔嘅生活。佢知道離了你，佢不能作什麼。第13章，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過犯的人，罪人必歸順你。第13到14節、第15節都係講緊佢要點樣去傳揚上帝罪得赦免嘅憐憫，好似佢一樣可以經歷認罪悔改，得到罪嘅赦免，得到心裏面嘅平安同埋喜樂。佢就要指教俾其他人，所以佢話要指教俾有過犯嘅人，即係同佢一樣係罪人嘅罪人，就要歸上你，信你，好似佢一樣。第14節話，求神啊，求你是拯救我的神，求你救我脫離流人血的罪啊！我的舌頭就高聲歌唱你的公義啊！佢要歌唱上帝係公義嘅上帝，上帝係救佢脫離流人血嘅罪啊！佢真係流人血啊！第15節，主啊，求你使我嘴唇張開，我的口便傳揚讚美你的話。係神幫助佢，求你幫助我去張口讚美你，傳揚你嘅話。第16節，你本不喜愛祭物，若喜愛我就獻上燔祭，你也不喜悅，因為主所看重嘅唔係祭物，而係我哋憂傷痛悔嘅心，願意悔改，同埋我哋嘅知道，我哋嘅生命信服勝於信命，勝於獻祭。第17節，神所要的祭就是憂傷的靈，神啊，憂傷痛悔的心你必不輕看。神真正看重嘅就係我哋願意認罪，願意悔改，願意求上帝嘅憐憫。
八福嗰度，耶穌都講話，虛心的人，又或者係心靈貧乏的人有福了，因為天國是他們的；哀慟的人有福了，即係點啊？為罪哀慟、為罪痛哭嘅人有福啊，因為他們必得安慰啊。第18節，求你隨你美意善待錫安，建造耶路撒冷嘅城牆，然之後佢就為耶路撒冷祈求，即係上帝嘅子民、神嘅同在嘅地方。錫安就係將來嘅聖殿要建造喺耶路撒冷嘅錫安山上。佢為上帝嘅子民祈求，為佢哋嘅福祉祈求。雖然佢未建造呢個聖殿，未建造呢個城牆，要佢個仔所羅門將會建造，但係佢知道以色列嘅福祉要取決於佢哋係咪過聖潔嘅生活，係咪有認罪悔改得罪嘅赦免同埋憐憫。第19節，那時你必喜愛公義嘅祭同埋燔祭，並全生的祭燔祭。那時人必將公牛獻在你嘅壇上。嗰陣時就將會有好多人喺你嘅錫安山上邊，喺耶路撒冷嗰度，喺你嘅殿裏邊嚟到去獻祭，嚟到顯示佢哋對上帝嘅敬拜。呢個唔係代表上帝就愛，只係愛祭物，而係唔愛祭物、愛人獻祭多過信服嘅生命。呢個唔係咁解，因為佢之前已經講過啦。你唔喜悅嘅，但係佢知道嗰一日當上帝嘅子民興旺嘅時候，佢哋就喺耶路撒冷喺錫安嘅山上，佢哋會獻上燔祭，表示對上帝嘅忠心、對上帝嘅敬拜。我哋嘅罪就好似腫瘤一樣，如果我哋唔認罪悔改，將佢揾出嚟，願意承認，願意求神上帝赦免我哋嘅罪，潔淨我哋嘅罪，依靠耶穌基督寶血清除乾淨嘅話，我哋就好似不斷有腫瘤喺我哋裏邊嘅癌細胞咁樣，一路不斷咁樣去擴散，影響我哋整個人。我哋首先要睇見我哋自己嘅罪先得嘅，因為我哋我哋嘅傾向就係唔要睇見，主動地瞎眼遮住自己嘅眼睛睇唔見。我哋要人睇見嘅係呈現美好嘅一面、靚嘅一面嚇，好似我哋影相咁，要修圖擺 pose 咁，讓人見唔到你醜陋嘅嗰一部分，要見到你嘅美嘅嗰一個部分一樣。我哋嘅屬靈生命都係咁樣，我哋唔願意同人分享我哋嘅軟弱，唔願意去承認我哋嘅罪，我哋願意呈現好嘅一面、好見證嘅一面先至俾人睇到。如果唔係咁樣嘅話，我哋係自己呃自己，自己都睇唔到自己嘅罪。第4節話，我向你犯罪，唯獨得罪你啊！呢個係大衛嘅心情，知道佢嘅罪喺上帝嘅面前係得罪嘅係上帝，佢願意承認一切嘅罪，佢願意同意上帝對罪嘅定義。第二個原因，點解我哋睇唔到自己嘅罪呢？因為我哋唔同意上帝對罪嘅定義，我哋覺得我哋採納咗世人嘅標準，我哋就滿足啦。好似馬拉基書第3章咁樣，上帝借住先知責備呢啲嘅以色列人，佢哋唔十一奉獻。佢唔十一奉獻嘅話，上帝話係咩啊？唔係話佢孤寒，唔係話你而家咧暫時咧就被呢個嘅物質所吸引住，唔係話咧我哋而家暫時咧就因為我哋想要享受我哋嘅人生，所以暫時攞唔到呢個1/10出嚟。而係上帝話：你哋係強盜，你偷我嘅錢。點解上帝咁講啊？因為錢其實唔係我哋嘅，我哋嘅一切嘅財物、一切嘅資源都係上帝所賜俾我哋。我哋做一個管家嘅責任，管家就要按照上帝嘅方法嚟到去使用我哋嘅金錢。我哋首先要認同上帝對罪，我哋而家生命狀態嘅定義，佢點樣去解讀我哋要認同佢。呢個就係認罪 confession 嘅意思，就係承認認同上帝嘅睇法喺罪嘅事情上邊，喺我哋而家生命嘅狀態嘅事情上邊，仲有好多其他嘢嘅。嗱，呢個即係金錢呢一方面，仲有嘅就係男士們要聽住啦。世人話乜嘢係奸淫啊？就係身體上、肉體上同你嘅妻子以外嘅女性發生關係，咁先至係奸淫。但係上帝嘅標準唔單止係咁樣。耶穌自己講嘅，佢話凡看見婦女便動淫念的，心裏邊就同佢犯咗奸淫啦。我哋要認同上帝嘅標準、上帝嘅定義。我哋知道我哋每一個男士都要認罪悔改。仲有唔單止係男士嘅，仲有女士嘅。按照同樣嘅原則，雖然聖經冇明文話女性係點樣先至係犯奸淫，但係同樣嘅原則，凡看見靚仔、看見猛男、看見小鮮肉、看見男神變動淫念的，心裏邊就與佢犯咗奸淫噶啦。我哋要認罪，我哋要悔改。仲有其他嘅，就係譬如我哋嘅心裏邊恨我哋嘅弟兄咁樣，點樣先至為之係殺咗人呢？
世人嘅標準就係真正用刀捅死佢，身體上謀殺先至係謀殺。但係耶穌自己講，從心裏邊恨我哋嘅弟兄嘅，我哋就已經係殺咗佢㗎啦。所以我哋要承認上帝嘅標準，佢對我哋嘅罪，對我哋而家生命嘅狀態、心靈嘅狀態點樣去睇，點樣去解讀，我哋要願意去承認認罪，我哋要負完全嘅責任，將呢個罪攬晒上身，完全嘅願意負責，唔去揾藉口，好似大衛咁樣，佢清楚知道佢係喺上帝面前唯獨得罪咗上帝，而佢要佢心裏充滿嘅唔係上帝要佢點樣去懲罰佢，或者俾啲咩後果佢，因為咧罪係帶嚟必然嘅後果嘅。雖然認咗罪悔改之後，罪得赦免之後，仲仍然有罪嘅後果，但係大衛佢清楚知道佢要嘅係上帝嘅憐憫，上帝嘅赦罪，所以佢心裏邊所充滿嘅就係罪，就係對上帝嘅慈愛，上帝嘅憐憫。慈愛聖經裏邊呢個係上帝守約嘅愛 chesed 呢個字，求你若將我嘅罪孽洗除個淨盡，並潔除我嘅罪。佢知道只有上帝先至可以潔除佢一切嘅罪。所以願意承認負全責係第一步，第二步就係要點樣先至可以負呢個全責呢？我哋就要知道，唔係我哋嘅環境逼成我哋一定要犯罪，我哋唔係為勢所逼。好似呢個人咁樣，佢嘅工作必須要使佢覺得要講大話或者唔誠實，如果唔係佢就保唔住佢份工噶啦。佢話係個環境逼成我咁樣嘅，係我個工作，係我個老闆逼到我咁樣嘅，但係唔係。係佢嘅回應使佢犯罪，環境只係一個環境，係一個觸發點，係一個周圍嘅呢個嘅情況，而呢個情況、呢個環境、呢個觸發點唔係導致佢犯罪嘅原因，導致佢犯罪嘅係佢選擇嘅回應。佢當其時就覺得佢要保住呢份工，佢要出糧，佢要有穩定嘅工作，係佢在心裏邊最重要嘅。佢心裏邊想要呢一樣嘢，多過做一個誠實嘅小孩，多過要討上帝嘅喜悅，要愛佢嘅鄰舍如同愛自己一樣。所以係佢心裏邊最想要嘅安全感，心裏邊最想要嘅出糧，有穩定嘅工作，有好嘅收入，先至係佢心裏邊最想要嘅。佢選擇咗呢一樣嘢，於是乎佢就用講大話嚟到去回應。仲有係因為我個好懶嘅老公坐喺個梳化嗰度揞揞腳，乜都唔做，我先至火都嚟埋，一定要鬧爆佢啊！係佢逼我㗎，唔係。環境好懶嘅老公只係一個觸發點，係一個場景，係一個情況，唔係導致你犯罪嘅原因。導致你犯罪嘅原因永遠都係我哋嘅心被乜嘢充滿，乜嘢最重要。當其時呢一刻，佢要一個比較舒適嘅生活，唔想要做到咁攰，佢都想休息。呢一樣嘢佔據住佢嘅心，佢要得到暫時嘅舒緩，多過佢要點樣去敬畏上帝，點樣去信服丈夫，點樣去服侍丈夫嘅需要。嗱，我唔係話丈夫啱啊，我唔係丈夫懶惰係啱噶，只不過呢個係一個環境，係一個觸發點，呢個唔能夠係導致我哋犯罪嘅原因。導致我哋犯罪嘅永遠都係我哋嘅心，要選擇點樣去回應。咁我哋點樣先至可以清除我哋嘅罪呢？清除我哋嘅腫瘤咧、癌細胞咧，我哋要被神嘅愛、神嘅十字架嘅恩典融化我哋嘅心。我哋如果心裏邊充滿嘅上帝嘅審判、上帝俾我哋唔好嘅後果、上帝嘅咒詛嘅時候，我哋因為出於害怕得到不良嘅後果，所以我哋就願意暫時去認罪、去悔改、約束住自己一個呢嘅惡嘅行為、一啲嘅罪行，但係改變唔到我哋嘅心。因為你都仲係以自我嘅得失為中心，我哋點樣先至可以真係落到一個程度，可以清除得到呢個癌細胞呢？就係我哋好似大衛咁，充滿嘅係上帝嘅慈愛、上帝嘅憐憫。求你用你守約嘅愛我、憐憫我、憐恤我哋啊，憐恤我啊！求你先至可以幫助我啊！求你係幫助我可以重得救恩之樂啊！佢嘅心裏邊嘅焦點就係上帝嘅憐憫，心裏邊嘅焦點就係佢要得返救恩之樂啊！享受上帝對上帝嘅愛先係最重要啊！我哋嘅焦點就係耶穌基督嘅十字架。大衛話求上帝用牛膝草潔淨佢，牛膝草就係象徵住血嘅潔淨，有血先至得到救贖，得到潔淨。我哋而家清楚知道耶穌基督為我哋所有嘅罪死喺十字架嘅上邊，完全嘅潔淨我哋嘅罪。所以當我哋嘅焦點喺佢身上嘅時候，我哋就
就唔會好憎恨自己，都係我衰啦，都係我賤啦，都係我死性不改啦，搞到我而家有咁嘅後果。我哋再係唔係同自己嘅得失、自己嘅後果嗰度去着想，而係心裏邊清楚知道係我哋嘅罪，讓耶穌基督愛我哋嘅救主死喺十字架上邊。於是乎，我哋嘅心裏邊就被感動、被融化。我哋嘅焦點唔喺自己身上，我哋焦點喺耶穌基督身上。係我嘅罪令到佢死喺十字架上邊，於是乎你就會恨惡自己嘅罪，你就有真正憂傷痛悔嘅心，真正憂傷嘅靈，係主必不輕看嘅。親愛弟兄姊妹，耶穌話：哀慟的人有福了。你有冇為罪哀慟呢？有嘅話，我必得安慰。耶穌話：虛心嘅人心靈貧乏有福了，因為天國是他們的。讓憂傷痛悔、為罪哀慟，讓我哋成為我哋嘅屬靈生命嘅特徵。希望今日嘅信息可以幫到大家。以下係分享嘅討論嘅問題。